过长工早起，阿龙去测3支竹篙，2支直直插涂骹，另外1支掠环，双头甲插好的竹篙尾绑做伙，做一个架仔要拍鱼竿。拍好，就招阿明做伙，甲昨也未拍好的鱼仔吊起来继续拍。母煞因就去借猪头甲笼仔，加死穿边，就直直去到昨已经上好的所在，掘番薯甲蚵仔。收成阁袂歹，看看咧数量有够啊，两人就挖去溪仔边，要甲蚵仔甲番薯顶悬的土沙洗互清气。阿明想到昨烘的鱼甲虾，喙烂又阁开始吞袂离，怎招阿龙今仔日继续办 party？ 阿龙嘛欢喜应好，即遍就免阁加反复，两人分工，工课做得水阁紧。无用到两人拢坐伫火边伫烘的时，阿龙讲：咱摕我番薯甲蚵仔来补，介好食哦。佮甲阿明教讲爱安怎处理，食甲7、8分饱，阿龙佮落去溪里加掠寡鱼，甲阿明讲：恁厝边隔壁拢介亲切，嘛真照顾你，咱加掠寡转来送因。掠甲有够额，先拢囥做堆，即阵蚵仔甲番薯嘛差不多要补好啊，就招阿明做伙去用叉机仔甲踏出来，等较凉咧。阿龙甲番薯掰开，黄润润、芳讲讲，佮呛烟，补甲拄拄啊好，有够好食款。拄一锅互阿明，阿明早就看甲目睭青润润，杀着番薯，挡袂牢，就大喙加落，煞去互烫着喙箍。毋过犹原是哪话小哪补，吞落后了后，学老讲：芳讲讲，甜不不。我毋捌食过遮好食的番薯。阿龙讲：莫着急，较稳仔食咧，咱补袂少呢，阁有钙质，嘛会当掺一丝仔盐，食开个入甜，蚵仔嘛共款学。阿龙喙哪讲，哪拄一锅蚵仔互阿明，番薯松，蚵仔 Q， 两个人有食福，心内感谢天地恩赐。互因有通食甲遐青草，刷落两人鱼仔太好势，笼仔歹咧，搁去篮仔内挽寡果子，就为转年转去啊。到厝了后，因两人甲要早伫路年食的食物藏好势，甲穿好要行的物件，甲要行人的家私摕咧，转年家家户户去行，感谢大家照顾，嘛拜托大家伫阿明出外的时。斗看顾阿明因兜，代志办煞，就转厝款明仔载旅行欠用的、食的甲用的。款好的时，月娘已经爬甲悬悬，两个人去摕伫稻草堆，真紧就困甲毋知影人。过工早时，两人行李赶咧要起行，阿明的喙手已经口起来。这2日伫溪边食真好，气色嘛加真好。无像进前安尼白苍苍，看到加少年几若岁，长袍洗过嘛变甲新擦擦，转换心情要面对新的挑战。出到门外，才看到厝边隔壁拢来相送，两人欢喜，甲大家说多谢，讲再会了后，就开始两人新的路途。两个人日时行，暗时歇，见山搬山，见溪撩水。路年互相扶持斗相共，两人做伴，讲话开讲，路途变甲介轻松。一直到第4日暗时起火要煮食的时，阿明甲阿龙讲：主公，咱早出来食的物，差不多要食了啊呢。阿龙应讲：好，若咱明仔载拢无拄着装车，咱就搁停落来找食物。咱下暗莫讲伤晚。明仔日爱行山路，会较忝。搁有啦，甲你讲叫我阿龙就好，莫搁叫主公，我都毋是做官的，真正忝袂惯势啦。阿明应：好啦，主公。阿龙暗想：哎，随在伊啦，先讲都毋听。两人暗顿食饱，天光火茶，
早早就困啊。过顿工行到过道，已经是落山的路。两人行出树林，看到落山了后，佫行无介远的路，就是一个介大的庄仔头。两人欢喜，速度嘛加真猛。行到暗头啊，已经入庄。两个人拢是伫介草地的所在大汉，毋捌看过遮闹热的所在。四界拢是人，来来去去，行路介紧，毋知是赶要赴去倒位。店介济，生理运啊真佳呀。我去甲看，咧卖的物件比进前去庄里化玲珑的佫较新，佫较济，佫较趣味。两个人看甲嘴啊开开，人硬硬，一间看了煞后间。简单讲，就是两个庄脚怂去到大都市，行行好闲，行行心息。行咧行咧，闻到饭菜芳，两个人四界上，看到头前一间卖食食的，凡说气味就是为遐来。空榜红底金字四字大字写凤凰酒楼。阿明讲，这气味真是介芳，咱入来食看卖好无？阿龙确实嘛邀甲，应讲，我嘛已经甲邀，无咱就食暗顿好啊。两个人入去到酒楼内底，找一块桌仔就坐咧。走道的随来招呼，问要食啥。因两个毋捌来过这款所在，就请走道的安排。无偌久，菜就一出一出芳到位，逐出拢是毋捌看过的手路菜，好看头阁好滋味。两个人猪无停，喙嘛无停，一直食到饱通通，真满足的时，才请走道的来算数。真多谢，安尼拢总是103块，犹太算恁100块就好。打嗨啊！听到介绍煞硬气，两个人裤底仔认半步，阿龙5块，阿明8块，两个人斗斗咧，总会共的嘛才13块，这声惨啊！两个人毋知介绍，阁无先问，嘛无想到遮高级的料理，介绍自然嘛会介高级。代志就到遮来啊！一直去点点嘛毋是头路。阿明先开喙，阮干若有13块。这时走道的面仔共款笑笑，讲：两位人客，请小坐一下，我请替家姐来处理。无偌久，就看到一个艳雅的查某人行活来。查某人穿一束真下丝的无手袢洋装，红色的，衫顶面阁用线绣一只真水的铁鸡。阿龙因两人毋捌看过遮水的女性，目睭大大蕊，喙唇点红红。两人准讲是仙女落凡尘，戆神戆神，目睭珠珠上，嘴仔开开，神魂拢互勾起。